住手！微臣参见皇上。凭什么？李太医，朕赦你无罪。你现在马上和索额图去解救那些中毒的工人。微臣遵旨。这，快！李德福，这差事你办的可真是用心呢。皇上恕罪。石叔姑娘，老奴也是实属无奈。石叔姑娘，您大人大量，不要记恨老奴啊！中堂大人，公公有礼了。宫中一切可好？中堂大人，您放心吧，一切尽在中堂大人的掌控之中。皇上好吗？皇上现在还是每天跟一些小伙伴们摔跤玩耍，无心朝政。他那都是故意做给老夫看的吧？当年顺治爷临终托孤的景象，老夫是历历在目。不过如今皇上翅膀硬了，不把我等老臣看在眼里了，是时候给他点教训了。啊，那中堂大人，您的意思是？每日给皇上以重补药吧，接着看着他喝下去，懂了吗？奴才懂，奴才懂。你是如何知道的？公公，我这口技练得还不错吧？原来那晚你也在马车上，那你是如何知道是我？公公啊，虽然您那天行事谨慎，带着黑纱，我看不清您长什么样子，但是我看到了您耳朵后面那颗痦子，所以我还是认出了是公公您。李欢，太皇太后果然说的没错，你真不是一个简单的小丫头。可是李公公啊，这太皇太后也看错了您啊，您也不是一个忠心的奴才啊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李公公，您知道的，我这个人啊是不会害别人的，但是我最讨厌的就是那种害人的人。所以，只要您不对我们兄妹两个起什么歹心，那我们自然不会对您怎么样。但如果您的心里对我们兄妹两个，皇上，等等我。龙小弟，谢谢你啊。其实就算你不求我，我也要救那些工人们。虽然这会让太皇太后特不高兴，但是朕已经擒下了鳌拜，真正亲政，朕必须坚持己见。不过这个李公公实在是太讨厌了，向太皇太后告密的人肯定是他。这个朕怎么会不知道呢？但是李德福10岁就进宫了，侍奉过3代君王。太皇太后对他十分宠信，打朕小的时候啊，就是由他把朕的一举一动汇报给太皇太后，这已经是惯例了。就算朕有不满，也无可奈何呀。没想到皇上也有这么多的无可奈何啊！当皇上无奈的事情多着呢。对了，大补丸的解药你搜到了吗？我哥哥还没有完全的研制出来，估计这个鳌拜是想彻底让我和哥哥给他陪葬了。那怎么办？这鳌拜虽然已经擒下，但他毕竟是3朝元老，他的一生功过十分复杂，朕还没有想好怎么处置他呢。而且他的性子十分桀骜，无论如何，他都不肯交出大补丸的解药。龙小弟，我是你老大，自古啊，吉人自有天相，没问题的我。朕真的是没用啊，连你都保护不好。龙小弟，你可千万不要对我这么好，不然我会愧疚的。都快点，把药给我灌下去！把药赶快灌下去！快点，赶紧的，把嘴撬开！给我喂下去！
皇上，不必多礼，先救人吧。快救人！皇上，我已经安排他们把药德给灌下去了。那他们是不是得救了？药已经喂下去了，命是保住了，但是什么？但是，这酒毒性实在太烈了，纵然服下解药，毒素也早已侵害了他们的咽喉。从今以后，他们再也不能说话了。张嘴。你是说，他们以后都是哑巴了？是我害了，对不起，都是我害了你们。哎呀，李德福啊，连这点事你都办不好，你真是不中用啊你！太皇太后，您息怒。奴才跟纳赛正要把事情办好的时候，皇上跟李易欢突然来了。皇上让奴才放人救人，奴才哪敢不遵从啊？哎呀，皇上是中了李易欢的毒了，中毒不浅呐。这样吧，你把这李易欢给我叫过来。谨遵太皇太后懿旨。龙小弟，没想到我冲动打了你一巴掌，居然害了这么多无辜的人。朕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个样子。在朕的心中，一个好皇帝，与其让臣民们畏惧，不如让臣民们敬爱。难怪人们都说伴君如伴虎。你现在明白为什么我说你是全天下最不值得女人爱的男人了吧？易欢，朕知道这件事情在你心里一定留下了很深的阴影，你更不可能会爱上朕了。也许这皇宫确实不适合你，你应该出宫去嫁给你那个青梅竹马的未婚夫，可能会更幸福。奴才参见皇上。李德福，你可真有眼色呀，还敢过来见朕！皇上恕罪，奴才知道，皇上现在心情烦躁。不过太皇太后宣世淑姑娘去那个慈宁宫觐见，奴才不敢不传呐。皇上，太皇太后不会想赐奴婢一杯御酒吧？没事，别害怕，朕陪你一起去。皇上驾到！皇上吉祥！平身吧。谢皇上。你先在外面候着，朕进去跟太皇太后先说说。皇上，奴婢这颗脑袋能不能保住，可就靠皇上你了。放心吧。这太皇太后肯定不是个好说话的，万一皇上的面子她也不卖，那我是不是该赶紧脚底抹油溜啊？皇祖母吉祥。起来吧。刚刚请拿了鳌拜，还有许多善后的事情需要做，皇上怎么会有闲暇来陪哀家这老太婆呢？不是
皇祖母一直教诲说，越是处理大事，越要从容。孙儿一直谨记于心呢。幸亏爹和师傅没有先见之明，别的功课都任由我偷懒，却逼着我狠练轻功，关键时刻果然能够救命。可是我千辛万苦才得到的铜匣，还有那么多值钱的珠宝还在永乐斋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哎呦，管他的，也顾不上这些身外之物，先保住小命要紧。难怪鳌拜会栽在这个小丫头手里，都这个时候了，她居然一点儿也不慌了。哎呀，皇上，你亲政了，有许多事情呢可以自己做主张了，也用不着哀家这老太婆唠里唠叨了。皇祖母何出此言啊？孙儿心里极是惶恐，不知孙儿有什么地方做错了，还请皇祖母垂训。得了，去玩去吧啊！你们都退下。下去吧。皇上啊，听说你把李太医和那些工人们都赦免了。是，这个李太医啊，擒拿鳌拜有功，又救过孙儿的性命，而且这些工人都是伺候孙儿多年的老人了，孙儿心里极是不舍，所以就赦免了他们。这少造一些杀念，也是为了皇祖母积福天寿嘛。哎呀，皇上啊，你可是刚刚亲政啊，就如此妇人之仁，以后怎么立威啊？你那个叫什么李义欢，这个小小的答应，他当着众臣的面打了皇上一巴掌，而皇上竟然不仅不惩罚他，反倒给他还特设了一个笔墨诗书的女官员的位置，还给他赐了一个永乐斋。